再從呢個現代華佗嗰度咧，睇到咧佢係逐漸係跳出呢個工廠嘅範圍去睇翻資本家同工人關係，同埋睇翻醫療制度嘅。佢嗰個工廠入邊嘅醫療制度，即係話呢篇現代華佗咧就係講個醫療制度咧係出現啲問題嘅。譬如話個保險問題啦，即係啲工人受咗傷咧個保險咧，你如果冇買勞保又冇得賠啊，或者你啱入咗去廠冇幾耐。嗰個年份唔夠又冇得賠啊咁咧，咁佢開始反映到呢啲制度問題。咁一路去到選舉名冊呢啲咧，就直情涉及到咧就係工會嗰個制度問題，即係話成個社會組織工會嘅問題。咁即係佢慢慢逐漸由一個工廠嘅環境跳出去呢個社會，即係從社會與工人嘅關係，即係擴闊咗個視野。咁呢方面咧，如果睇翻咧就係楊青竹本身嗰個點解會初先係寫工廠入邊嘅先咧？因為佢自己本身就係一個石油廠嘅一個管理人員嚟嘅。佢唔係基層嘅工人，但係佢係管理者。咁所以佢就而佢嘅出生地咧就係農村嚟嘅。咁佢由農村去城市，咁佢之前自己有生活經驗㗎啦，咁所以佢係寫工廠禮儀圈呢啲由農村出嚟城市嗰啲女工嘅生活咧，佢了解得好多嘅。咁另外佢接觸工廠嘅工人又好多啦，因為佢自己本身係管理人員，咁所以咧佢一開始寫嘅嘢咧都係寫工廠入邊嘅環境同埋啲女工同埋啲工人嘅生活。咁一路發展到去組織工會呢啲，咁組織工會同埋去到後期有啲小説咧，佢就會講啲工人參與個政治添嘅。咁因為本身佢自己又係咁嘅，佢自己就係曾經試過選舉立法會嘅，即係台灣嘅立法會嘅。咁佢都想從呢個政治方面咧去改善嘅工人嗰個不公平。想走係政治嘅道路嘅，咁即係話佢個人嗰個經歷咧就好反映到佢自己寫小説嗰個心路歷程啊。咁我哋再睇睇咧，呢個就係楊青竹比較後生嘅。咁而家正式嚟講咧，佢應該係71歲嘅今年，咁咧就應該後生過楊青竹啊。幾年？唔係，sorry，陳映真後生過陳映真幾年。咁我哋睇翻咧一啲評論台灣嘅工人文學嘅評論咧，就會睇到咧點解工人文學咧唔能夠成為主流咧？咁樣簡單講咧，佢從幾方面睇咧，就係喺工人文學一路咧都俾人輕視嘅，因為如果一般知識分子嚟講咧，覺得寫工人基層呢啲文章咧就係唔受重視嘅。咁亦都覺得咧就呢啲工人嘅題材都係比較上係苦悶認為講嚟講去咧都係三幅被嘅，冇乜特別嘅嘢嘅。咁但係如果你睇翻楊青竹嗰啲小説咧，佢雖然係個題材係有陣時有少少係真係重複嘅，但係即係話咧，如果你有係再深入睇咧，係會睇到啲工人真實嘅面貌，同埋佢嘅生活同埋佢面對嘅困難咁嘅。咁另外咧就係喺台灣嚟講咧，就佢哋好多人咧就譬如覺得呢個勞動呢樣嘢咧，就唔係重要嘅，因為我哋如果認同咧就藝術源於勞動嘅話咧，咁我哋覺得咧，即係話工人嘅勞動或者未必係體力勞動，可以加埋嗰個腦力勞動，我哋覺得都係藝術嘅泉源嚟嘅。即係，但係喺嗰個年代咧，好多人咧
即係尤其是自己分子咧就唔覺得係嘅。咁另外一個比較重要咧就係嗰種恐懼啦，即係喺台灣嚟講咧，如果你一講寫工人啊、勞動階級啊，一工人你會提階級噶嘛，咁嗰陣時嚟講咧係你一提呢啲階級觀念咧，即係當你係共產黨，咁所以係好驚嘅啲人寫出嚟嘅題材睇過又驚啦，或者寫過都會驚嘅。咁你要衝破好多呢啲恐懼咧，你先至會寫出呢啲作品出嚟嘅。咁頭先胡慧中都講咗少少呢方面嘅啦，就即係話如果香港工人嘅現況同當年工人嘅處境比較嚟講咧，其實係雖然話個年代有唔同咗，但係咧其實嗰個都有啲相似嘅，即係話嗰陣時台灣嘅意識形態嚟講咧，都係工人係被忽視啊，咁咧就認為基層咧都係屬於下層嘅嘢，就可以唔使重視嘅。咁另外如果講經濟狀況嚟講咧，嗰個年代嘅台灣嗰個工人個經濟狀況都好差嘅。咁如果香港情況咧，喺最低工資之前即係香港最低工資之前咧，之前嗰啲工人個經濟狀況都好差嘅。咁另外生活環境咧，如果睇翻嗰個年代台灣工人嗰個基層生活咧，如果以我哋睇翻楊青矗嘅小説嚟講咧，佢哋係啲工人住宿舍啊，嗰啲宿舍係好簡陋嘅。咁當然香港嚟講咧，嗰啲基層嘅居住環境，大家如果有了解到都好，即係都係好唔係太好㗎啦。咁同埋個生活壓力都好大咁樣。咁我哋睇翻台灣工人文學，我哋可以咩借鑑地方咧？咁我哋覺得咧睇翻楊青矗嘅小説嚟講咧，佢可以令到我哋咧睇翻個文學嗰個範疇咧，係唔單止係話我哋通常睇啲文學嘅作品咧。都係睇，譬如愛情啊、科幻啊，或者其他嘢。咁我哋又可以睇翻多啲類型嘅工人嘅作品。咁所以我哋點解會搞工人文學獎？由呢個第一屆一路斷咗第4屆之後，繼續又死灰復燃。就舊年搞咗第5屆，咁今年就搞咗第6屆咁樣。咁另外咧，睇翻嚟講咧，亦都係工人文學咧，可以令到更多人咧係有個關懷翻咧基層嘅生活嘅。咁咧就另外咧，呢個大家唔知點睇啦，即係譬如話係一種抗爭嘅手段。如果睇翻楊青矗嘅小説咧，佢哋同埋即係嗰個年代真係做到咧。譬如話頭先講嗰啲作品咧，公等五等啊，工廠人呢啲咧，佢係批評入邊嘅管理者，尤其是因為有啲叫作威作福嘅嗰啲管工㗎嘛。而家其實全世界都係咁噶。咁啲中層管理嗰啲咧，佢就攞咗一個權力，咁佢就可以利用自己權力咧，就去壓榨啲工人，或者係俾自己啲親信啊咁樣。咁睇翻楊青矗佢寫啲小説咧，喺嗰個時代咧就好多人睇嘅。咁咧佢自己自認咧係達到一個效果嘅。咁咧就譬如舉例，佢出咗個公等五等講呢個即係臨時工被壓榨之後咧，出咗嚟之後呢篇小説咧，咁咧就嗰啲管理者睇咗之後咧，覺得都有道理喎。咁佢就自覺咧去改善翻呢個管理者，改善翻佢管嘅工人嗰個狀況嘅。
咁咧就甚至有啲臨時工嗰啲咧，即係啲工廠咧都考慮翻改翻，即係比較合理啲嘅制度嘅。咁喺嗰個年代咧，楊青叔覺得自己嘅作品係有影響力嘅。咁呢種係一種即係文學作品喺社會嘅作用，即係具體睇到。咁咧就我頭先講咗咧譬如陳映一會講翻陳映真啦。咁我想講翻陳映真咧曾經寫過對楊青叔嘅一啲嘅評論咧，就佢話佢楊青叔嘅作品係樸素嘅語言，係樸素嘅結構同埋樸素嘅描寫。咁但係佢係覺得咧陳映真覺得咧係呢啲作品咧係有感動嘅，同埋一個嚴肅嘅藝術作品嚟。咁咧就或者我暫時講住咁多先，咁跟住或者可以之後再討論下。你又話講你嗰啲？